韓國濟州牛來之路第18日。各位早晨，太陽從東方升起，依家呢就係我間旅館嘅主館嚟嘅。然後呢，望過嚟呢邊個對面馬路呢，見唔見到遠處有個細細地嘅藍色橙色箭嘴，就係牛來之路嘅路標嚟嘅。出發前，阿叔我可以好好對住個靚景做熱身，喺旅館行出嚟，直接連結返牛來之路。今日出發行4同埋5，不經不覺，我嘅牛來之路全踏破已經進入倒數階段。長腿叔叔你好嗎？呢條腿有2米長。今朝早揾唔到便利店買早餐，唯有食返上個禮拜徒步節剩低嘅乾糧，同埋一粒橙。行緊呢條步道就係當年海軍幫手負責起嘅，所以佢有一個好霸氣嘅名，就叫海軍之路。有時發覺我剪嘅片節奏太快，等大家靜心落嚟，好好享受呢個寧靜嘅早晨。今日嘅路況好好，個人狀態都唔錯，所以好快就到達咗路段4嘅終點。11點都未到，不過因為今日我未食早餐，所以提早喺附近揾午餐食。揾咗一間平民自助餐，只需要9000won，大約45蚊港幣就可以任食，性價比非常高。食飽飽繼續上路，天氣好，路況好，人都輕鬆啲啊！呢個位置好多人打卡自拍，我都影下先。遠遠望住漢拿山嘅山頂被一堆厚雲籠罩住，有啲擔心後日登頂嘅時候會唔會白蒙蒙一片，乜都睇唔到。